缅甸带叫缅宝客栈，侬客栈去缅华水客栈，友达年六，来阿九，你拿那块饼子，来阿九。就抿就走了。我在亚蒙奥，我在亚蒙奥，那时也天黑了。又打年六，来九米喵就走了。我站那时亚蒙奥，那时也黑了。蒙奥，又打年六，吃了那阿九那鸭饼子，9米面就去了。我在那时亚蒙奥，那时也黑了，天黑了。又打年六那阿九9米面，我在亚蒙奥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。